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嚟到晚安啊，小耳朵。今晚我哋一齊走進帳幕入面，喺星空下聽一個晚安故事。準備好就開始啦。妍妍第一次露營。一年一度嘅秋季旅行到啦，兔兔老師帶住森林學校嘅一班小動物一齊去露營。小狗妍妍係第一次參加野外露營活動啊！臨出發之前，妍妍細細聲咁同兔兔老師講：兔兔老師，我從來都未試過離開屋企喺外面瞓覺㗎。兔兔老師拍拍妍妍嘅膊頭，好溫柔咁同佢講：妍妍，你第一次去露營，覺得有啲緊張係正常嘅。不過老師同埋朋友們都會喺身邊陪住你，你唔使太擔心㗎。有需要幫手嘅時候，隨時同兔兔老師講好冇啊？妍妍點點頭，同小動物一齊開心咁出發。小松鼠豆豆孭住水壺，小刺猬小雲拎住手電筒，小猴子毛毛呢就一路唱住歌，大家一邊傾偈一邊行，好快就嚟到露營場地啦。小狗妍妍同埋小動物見到一個個三角形嘅小帳篷，不禁張開圓碌碌嘅大眼睛。妍妍興奮咁樣問：今晚我哋要瞓喺呢度啊？兔兔老師笑住咁回答：係啊，今晚呢，我哋會喺帳篷入面瞓一晚，聽日先會返屋企嘅。而家大家先放好自己嘅行李，然後一齊準備晚餐，再參加我哋嘅營火晚會啦。妍妍望住小小嘅帳篷，心入面始終都係有啲啲緊張啊。佢輕輕吸咗一口氣，心裏面諗：好啦，我試下啦。於是佢跟住老師嘅指示，行入帳篷，將背囊同埋水壺放好，再慢慢鋪好自己嘅睡袋。望住整整齊齊嘅床，妍妍開心咁笑咗起嚟。原來佢自己真係做到㗎。天色漸漸暗起嚟啦，兔兔老師拍拍手咁講：好啦，小朋友，而家我哋要分工一齊準備晚餐啦。小松鼠豆豆同埋小狗妍妍就負責清洗水果同埋蔬菜，小猴子毛毛同小獅子小獅就負責整理餐具同埋分配飲品，而兔兔老師就為大家煮咗一盤好香嘅咖喱飯。喺洗水果嘅時候，妍妍一個唔小心，將一個蘋果掉咗入水盆裏邊啦，水花嘩啦一聲濺咗起嚟，將自己同埋豆豆嘅衫都整濕晒啊！佢哋兩個互相咁望咗望，忍唔住哈哈大笑。豆豆笑住咁講：唔緊要啦，我哋再洗一次就得㗎啦。妍妍點點頭，小心咁將水果重新洗一次，心入面仲多咗一份信心啊！晚餐過後，小動物們一齊坐喺營火旁邊，暖暖嘅火光照亮住大家嘅笑臉，一顆又一顆小星星掛滿咗天空。兔兔老師拎起木吉他，輕輕唱出一首又一首動聽嘅歌。妍妍同小動物們都聽到好陶醉啊！忽然之間，喺遠處傳嚟沙沙沙沙嘅聲音，妍妍嚇咗一跳，悄悄咁靠近兔兔老師。
佢細聲咁問：老師，嗰啲係咩聲啊？兔兔老師微笑咁拎起佢手上嘅電筒，原來係小刺猬小雲啱啱去完廁所，喺度行緊返嚟啊！小動物們聽到都笑咗起嚟，妍妍都拍拍心口，笑住咁講：原來唔係啲咩得人驚嘅嘢。到咗瞓覺時間，妍妍瞓喺自己嘅小帳篷入面，靜靜地聽住外面嘅蟲鳴聲。聽住聽住，佢突然之間有啲掛住媽媽。佢嘅眼睛入面泛起少少嘅淚光。瞓喺佢身邊嘅豆豆輕聲咁講：妍妍，不如我哋一齊唱歌好冇啊？妍妍點點頭，佢哋兩個一齊咁唱：Twinkle, twinkle, little star,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。唱住唱住，妍妍嘅心慢慢咁安定落嚟，不知不覺咁就閉上咗眼睛啦。今晚係妍妍第一次離開屋企去露營，雖然每遇到新嘅事情，佢個心都會有啲啲緊張，但係佢都願意鼓起勇氣去試一試。而且佢身邊一直有兔兔老師同好朋友嘅陪伴，第一次嘅露營一啲都冇佢想象中咁可怕啊！小朋友，故事就嚟到呢度啦。而家試下合埋對眼，深呼吸一下。希望你今晚有一個甜甜嘅美夢。晚安啊，小耳朵。